美国伫今年要进行总统大选，美国总统拜登要寻求连任，尤其关键摇摆州、宾州去拜票去邮票。伊17日时伫做钢铁的匹兹堡对基层的劳工话话，伊讲伊要重新来进行美国的制造业，伊嘛提议讲要对中国进口的钢铁加扣3倍关税。 Run fairly low because China's steel companies don't need to worry about making a profit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ubsidizing them so heavily. They're not competing, they're cheating. 第一总统大选输赢的关键州宾州，拜登对钢铁重要的生产地匹兹堡的劳工，算是打击无公平的竞争，呼吁甲对中国钢铁、阿鲁米产品的关税，为目前的7.5%，一个手增加做25%。 If that investigation confirms these anti-competitive trade practices, then I'm calling on her to consider tripling the tariff rates for both steel imports and aluminum imports from China. 为了摆互对手川普的保护主义较占赢，拜登讲会甲西位墨西哥运输要闪过美国边境税的中国公司采取行动。另外，日本新日铁公司讲定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，拜登嘛搁一概表示反对。And it should remain a totally American company. American owned, American operated by American union steelworkers, the best in the world.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嘛伫迄天宣布对中国造船、海运、甲物流领域的贸易行为展开301调查。戴琪伫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，伊讲10年前中国补贴式的竞争已经伫太阳能电池产业严重损长美国，即嘛都要随做行动，保护本土电动车的竞争力。就算拜登强调讲，无想要甲中国起冲突，敢若想要公平竞争，而且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。中国商务部也是表达强烈的不满，指控美国是因为国内政治的需要来发起新的301调查，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，捍卫家己的权益。国际新闻，是会长编译。